观众朋友，今日过好冇？欢迎收看福起来嘅，我係阿明哥劉浩明。喺節目開始以前啊，我請觀眾朋友莫霎霎想一下，你們腦筋裡邊睇的想到嘅形象係乜嘢？你生命裡邊有改變你一生嘅形象冇？你今日有請到來賓，因為一個用心，或是變美容嘅量嘅學校，變成一個他人去學習觀摩對象，然後因為伊也要教學嘅認識。嗰次，伊喺107年嘅時間得到我哋嘅史諾獎。我哋今日有請到來賓，都係我哋美濃國社會楊水霞校長，亦都同我哋分享伊30年嘅教學嘅經驗。我哋歡迎我哋嘅楊校長來現場。主持人好，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，我係楊水霞，我以下係呢啲美濃國社做校長，教學生活咧30年咯。楊校長佢分享來到我哋現場，因為今日會分享喺呢吼，其實我哋嗰度美濃嘅鄉親啊，都同我哋推薦講，我目前有請我哋楊校長去上節目咯。係哦。對啊，可是我哋今日講咧，我哋一天咧有請我哋美濃嗰他講一個學路嘅一個校長啊，可是但是我們也俾我哋講今日工作以前啊，我都想問一下講，你當初我想到要去做先生咯？我是行先生一條路咯。其實頭擺我讀書嘅下，讀到人講南丁格爾白衣天使都講安偉大，我應該見到來做護士。後來有擺盧卡尼出上，看到遐安啲人講我都講我唔到想做護士。佢下都爸爸教嘅學生嘅呀，每年伊幫助韓社嘅下，都結束嘅下伊幫助嘅，所以咧每年都會鼓勵看伊。我都感覺做先生，佢總比做護士還鬼好。爸爸因為做嘛本身係咧做先生，所以做先生不按到鄉親朋友啊，佢學路啦，都講沒有用先生站滿等陣咯，佢伊也。教嘅青年有時從鼓勵看伊，好多人都講，梗係見到我同爸爸相同，嘛要做先生，所以爸爸對我嘅影響佢大。可是我講，萬歲時節其實本來要想我哋嗰度細妹也好，萬歲想講要做護士嘛。係啊。但是我現在啦，有時護士講下的哈，但是真是都冇辦法去做嘅工作。但是最後如果你這個爸爸係一個先生，伊下邊我哋講身教，好，伊這個係以身作則嘅也精神。至少不可能人地步都講，伊對也要工作佢有眼神，聽人都講學生嘅對嘛佢尊敬，可是也係一啲人講最好嘅一種正面嘅一種回應，不是變成講跟人家聽講，我哋如果行教育嘅條路，但嗰時間你這個萬歲成績，你爸爸係先生啊嘛，係咪講得過嚴條啊？爸爸因為我睇伊好講讀書嘛，爸爸都會。人講誒，做先生誒4年都唔好睇用講成績唔好睇唔好，我以為感覺佢冇面子，所以爸爸平常不頭吃飽飯以後，伊都會同我平安地讀書。還記得韓細時節，3、4年前數學唔係幾好，佢四則運算啊，唔係講要先乘除再後加減，搞唔清楚，所以呢，其他呢。成績都考到唔好，爸爸都會看，佢下擺不頭教我算，伊都會用講啊，會個激動啊，都會講，因為安尼還教唔會咯，有擺都唔低頭誒，輸一飛，我都聽你好幫一下，聽幾擺可能幫一下，都傾向誒，都變咧腦袋你講嘅開竅，後來都成績都個順版嘿，所以成績都唔會不易失望啦，安尼嘿。以前萬歲也好嘛，嗰度同學係先生嘅生意嚟啦哈。但是你知道，先生嘅生意咧，就像頭先我哋校長講嘅，其實壓力過大哦，因為人哋明白嗬，考試考嘅係啦嗬。安不呀，佢先生嘅生意咧，都低成績咧，天意都俾你收嘅，佢俾你收啲嘅，因為我哋同學嚟講，我哋可能天意啦，可能低成績嘛。但是伊哋唔是，伊哋安不呀，可能給老師改的，馬上同佢同事講，你阿冇呀，你阿拉嚟考一個分。安不要考，你目前跟佢講，目前不用送，安不要佢可能佢都俾你丟嘅啦哈。係啊，真係不用做一個先生嘅生意嚟講，伊嘛有壓力，但是爸爸批准的讀書一件事情，係幾多年想都想唔到嘅事情咯。係啊，爸爸其實
伊唔要讲，伊唔要同人打人的，唔要安尼，伊要骂人的、咬人的。啊，毋过因为本身可能，我都感觉讲身上高的事情啊，要个注意。所以呢，我都感觉很些多太个谈身上的话，很身上讲人讲对人总批要有礼貌啊，读书要识忙啊，上课要认真。感觉我拢有做到，所以成绩一次拢唔会差安尼啦。像我高中每下吼，你的几时节读书啊？吼，像的美容啊吧，你几时摕读马国手啊？我今下读公行国手，因为爸爸提起。咁你喺啲係哪呀？我喺啲提人工编呢。哦，人工編咧，不是變成講人工編咧，可以去公行國手路，其實嘛有一段路呢吼。係啊，平常冇不太水嘅咯，我哋讀爸爸讀嘅。用起眼镜带眼人行便桥，都过去读书安尼。啊，不太水嘅啊，去桥位都会本太水打走，所以呢，爸爸都会带眼人白人讲哦，爸个都救难，啊在用起眼镜做眼人去公行嘅时候读书，我印象个曾有摆读到考试，卡秋天嘅啊不太水，爸爸带眼人白人讲都学校嘅啊，考试考会第一节咧。所以我哋都留喺辦公室考試同記者補習來安尼。後來爸爸都講交通唔方便啦，嗬，咁應該要搬出來吃，所以我嘅時候3年生要搬出來吃。可是談翻來，爸爸對唔定嘅教育係幾重視嘅嗬，因為佢就講不太水啦，因為可能有風采啦，嗬，嗰度我家長都講，哎冇去啦，門險，咁嘛嗬，但係我本太水從這樣咯，你去可能過唔來，但是。爸爸沒有，都爬一啲山，好撈一啲地方，撈過人一啲地方去，還是要去讀書。可是讀書係件事情，對你哋嚟講，應該係爸爸本人最大嘅禮物吧？我哋想一件。係，我記得佢下亦都會時常同我講，每年啊，嗬，唔該要讀一道書，啊，喺當見咧讀書讀嘅可以改變自家命運，個有尋到一個好條路，所以唔可以失望讀書安尼。所以佢下面農人出嗰度博士啊，你講。博士志向啊，吼，可能嘛係有書安尼影響，因為當農家子弟咩，還記得爸爸平常日時頭帶我哋去上課，下班以後又去田丘裏做田丘社。你多禮拜日嘅啊，我哋還會聽到伊人講講話叔叔誒，靠叔叔誒。可是唔單止係強港兒童咧，吼，你變成平常上班嗰時讀書，應該都放假時間都要耕田。係呀。好，你變成。讀書耕田一件事情，對美農人來講，其實都係生活裡邊最重要、最基本的兩件事情。係啊，所以你看我哋意思頭讀書，嗰個小學生最歡喜嘅都會有標安尼寒暑假嘛，吼，像係記得寒假、暑假、寒假嘅唔係美農會點樣嘅嚇，我都會去連沙嘅入奶包。你安尼呢？人講安尼呢？一種點樣呢？嘅奶包都100個要1個月呢？安尼突然嚟存零用錢啦！啊冇頭擺其實安尼農家爸爸生活嘛咪，都搶一份薪水要送安尼3個4年呢，一個家庭嘛個辛苦安尼。但是至少本地講，其實生活唔係能讀書一件事情。係呀。其實生活其實為幾多東西幾重要，唔單止人家工作啦，嚇，冇得講你聽書。陸卡人去賺一些收費，嚇，人哋自家講零用錢，其實人哋零用錢對爸爸媽媽來講，伊都收一份本人的一個收費啊，等等以後有閒的時候自家去賺下收費。咁你喺了美農畢業以後，你只係喺美農讀貴種話，還是又有考上如以外的呢其他地方讀貴種嘅？哦，冇，我讀出家相同啲美農嘅種讀書安尼。咁喺了喺讀師專，還是考上師範大學？我讀師專，我記下考到台南師專屯。高雄5中，我爸爸都同我講，喺讀高雄5中啊，吼，又考讀大學，喺讀師專啊，出來5年，都可以做先生，可以領薪水，都同我講，我考慮一下哦，每年吼，愛工作穩定，加個好安尼，所以後來我都冇去高雄5中報到，都去台南師專報到安尼嘿。其實嗰時就是專一條路啊！吼，對於我哋講，其實像我哋買鄉下人嘛，其實對於我哋附近嘅朋友來講啦，是專一條路對於嗰時嘅我想讀書，但是碌下嘅家境唔係講幾好嘅人來講，是專一條路真係幾好一條路，因為真是你讀開師專5年，
马上都有工作，系呀，马上都有收入，然后同时段时间有完有零用钱、用时钱，嗰個對幾多嘅家庭來講，把等於教喺初中以後，生意嚟都獨立咧，係呀，唔是擔心伊，尤其細仔嘅5年做嘅，你做變過來。馬上都有學校可以做，根本唔是擔心係個穩定嘅工作。爸爸都同我講，細每年都有個穩定嘅工作，安尼見到家人嘛個好家，上一個多吼，睇年啥上個多。係啊，爸爸一定會想到講啊，細年係把有乜個出路吼，家用嘅嘢，亦作為爸爸媽媽最基本擔心嘅東西啦。係啊，係啊，咁喺論即個5轉畢業以後，應該講10轉畢業以後啦。你睇你學校喺哪呀？我睇鳳山嘅泰東嘅時候，係之後我成績應該唔會差，因為我台南10轉都算第1名畢業，係全校我都分發嘅下，我都第一個先資年，啊之後都想講，哦，泰東佢有文化中心嘛，頭擺佢都有國父紀念館，嗰度藝文活動，啊我本身喺台南10轉嘅下都同美術有關係嘅科系，所以我都講剛好去記嘅，安尼我可以去看表演啊，去參加嗰條活動，所以我第一件學校都泰東嘅時候。嗰時我跳到泰東嘅時候，有啲安人強嘅細妹，一跳嘅嗱，啊，做乜做過一米農咯？哦，啊我喺泰東嘅時候做為12年，我都考到主任，都喺橋頭。教會國小做1年，主任都跳過嚟鳳山嘅時候，啊，再做3年都過幸運啦，都考到高中之後呢，都有一個遴選制度嘛，哈，之後都看到民農有2度嘅時候，鋼琴嘅時候有劇，還有激動嘅時候，啊88年都過希望講，頭擺都民農年啦，啊民農有劇，我過嚟做高中啊，啊之後都思考講。其實民農壓開土地，我落下家庭本來安好嘅教育環境，啊民農有一道是，嗰多年啊，佢看嗰多年，佢咪我教書嘅嘛，佢到民農呢啲我啲教書，喺度我見有一個機會可以過去回饋我家鄉，啊都講剛好去過去民農做教作。嗰時等於都時間多嘅啦，年底來。係，啊都講我應該同我老輩學習嘅東西來。本來回饋本來家鄉嘅4年咧，安尼。嗰時老嘅一看，因為民農嘅某嘢，還是歸到民農去做高中。啊，如果發生乜事情哦，休息一下哦，等下我哋埋嗰度，過精彩故事哦。翻過來，復起來嘅。所以在節目我哋來賓楊教總，而且我們老一看最咪貴氣嘅，我哋嘅民農去做教總。我想問一下楊教總啊，當初你這個對的按繁華的鳳山，幾多幾時嘅民農其實用個比方嚟，我哋鄉下地方還是比唔上人家太都市地方啦嚇。那其實你去2度過小時間，你這個其實記得幾時嘅影響喎？2度過時對你來講係乜影響？係啊，很記得嘅。因為有幾下間學校嘛，吼，個鋼琴嘅時候其實係你愛母教，爸爸應該希望愛歸去，我有人先先嘅呀，愛都做唔得歸去，所以愛都去天呢間都去2度嘅時候看，2度嘅時候佢愛入要去嘅下，感覺哦，佢發啊，一來可以來睇書啊，有山，因為係個好山，所以愛都講家。我唔會去撇間可能我拖落嚟嘅，因為喺老輩作為先生19年、17年嘅，我應該鼓勵回饋家鄉。咁我都講啊，反正2度環境安好，我都繼續都鼓勵民農都選擇2度嘅時候，安尼係。幾時係2度嘅時候？你話講，而家咧成績要好冇？我都講而家咧學校嘅學習嘅風氣要好。幾下我記得我去嘅都有家長委員來請我喲，請咪講楊教授，啊個學校啊吼，嗰度發通，4年成績唔係幾好，幾下有各種有安尼人講嘅嘛升學班呐吼，會考嘛吼，如果攏比唔上其他學校啊，你不樣考到1樣嘅唔來喲。
啊，闽农人失望掉的，同阿到细年成绩退放弃了，啊，都讲我先了解一下安尼。过呢，后来先生都讲，我都会再问先生都讲，细年呢，其实读书没一专门的一条路，应该本细年教佢多可以表现的机会，所以我都推荐讲，甲唔怕安尼。细年的本身功课会顾好来，过呢不要有社团的学习的时间，安尼细年都会有嗰多表现的机会，安尼。其實對於我哋講家長配種來講嘅話，第一件事情都希望講我哋嘅高中重視我哋嘅成績。係啊，最正常嘅一件事情啦，因為佢都代表所有家長嘅一種心聲啊，都希望講細年有冇顧教讀書。係啊，冇搶教啊。但是對於啲教育工作者來講嘅話，我認為講其實小學嘅時候要平衡發展，要均衡嘅發展，唔係講讓讀書一件事情，其實社團啊，學習其他東西，咪係啲最重要嘅事情啊。係啊，所以我今日都感覺講，細年除了課本知識要學習以外，應該以對人際關係啊，還有我哋周圍環境嘅嗰種觀察，個還有運用嘅。喺我哋農村一個社會地位社區地位，我用去關心我哋嘅家鄉，關心我哋嘅環境。所以呢，我都講，同細年咧，同先生人講到取得一個共識。後來我哋都講，將我哋細年功課顧好了以外，我哋會發展不言興趣社團地位。冇聽細年讀書唔是佢會做上級嘅啊，讀書唔係喜好佢會唱歌嘅啊。嘛又不一個痴心的機會安尼啦。係啊，唔係每個人都係讀書嘅料啦，也可以過現實嘅事情。唔係每個人可以就是靜下心去讀幾多東西。但是有啲人可能佢會畫圖啊，佢會做上腳啊，佢會做表啊，冇得講，可能佢會唱歌、音樂方面有個無相關嘅天分。其實他尤其喺小學，對於他嘅兒去多方面去從事自家嘅興趣體內，可能喺邊度行嘅一條路嘅。但係我哋講，其實喺兩度嗰時有啲最重要嘅一個方面，我哋講得來速，佢起碼係一啲東西咯。其實喺到兩度嘅下咯，我記下佢好上38歲嘅，記下就像一個細年講嘅大姐姐咁樣嘅啦，個去看兩度嘅社會發展地位啊，記下伊都前面咧高中都會交代伊乜嘅事情冇做嘅，伊乜嘅困難冇解決，伊記下都有講到過兩度嘅時候啊，頭擺路啊，係呢團民家，你本時推加路，後來變咧繼承道路，樣三公策法嘅呀，所以查可以你出，總的你講相差係。出錯車做唔得錯車，那一條路啦，一條線嚟啦。那因為佢出的話，可能對另外一個地方出啦，我都出唔來，我對個啲反頭，然後冇辦法去審查啦。冇辦法審查，結果呢，家我想到用嘅問題咯，我都想過嗰啲方法，係想到講一團連沙買天奶加鹽嘅路過，我用冇按到錢，靠用嘅咯，後來到家。我都講教育安排法，我幼稚園提睇路另外一邊，我咪把要看幼稚園細年，我要行過一條馬路，我都講個微商咯，都當論我同幼稚園之間的距離用嘅，我就講迄種我可以同個微商搶佢拿下，我自家嘛唔是發現一團連沙加路過，我都一條入一條出。我都講唔怕，甲落一天咯，我都對我哋是講麥當勞有一個得來速，我都講甲落雨時間咯，細年嘅都我用呀，提高呀，好等家長，家長停一頭擺路呢，停幾片微商幾片，我打開來做一個路本家長接送嘅路，都變咗一個得來速，所以都加沿90年以來加唔得嘅事情，同一條路都打開來嘅。係啊，安尼一方面來講，對於家長來講嘅話，伊真係嘛個方便，唔是睇外面見的。最重要對我哋學生來講，一個安全。唔是每個學生全部等喺路邊，等媽媽唔前來，爸爸唔前來，冇得落胎兒，係落胎兒嘅話，尤其落胎兒啊，冇咯嘛講，嗰種過暗嘅時間，尤其是我哋冬天時，其實佢做到暗嘅嘛。係啊，其實學生嘅聽外面嘛，佢問一下，佢就變成係一啲地方入去，啲地方出來，他個人就佢順勢入去，就不如佢順勢過來。係，其實呢個佢聰明嘅想法咧。我冇頭擺落雨嘅，尤其卡秋天嘅，唔變好唔落雨啊！一變好落太雨，
高中主任先生都共有上会去指挥交通。前面乱一团。嘿，你们是推查诶，吼，第阿头出去诶，在边另外是推入来，也系起眼睛诶入来，所以边个好啊，100-200个小鸟边半点人做安尼。其实规划时间，唔但是罚学校时间，其实家长嘛都等你过救。嘿，其实安尼都过顺办。对啊，都能过顺办。那在提供头头其实高中伊讲到一个重要的讲，功课爱顾，吼，成绩爱顾啦，吼，但是其他的新奇的东西嘛要搞，吼嘛要顾。像人其实用度过小时，都有推动嘅神农教育。有。当初怎么我想要讲推动呀神农教育也为一种发通咯。其实神农教育伫用度咯，我前去之前沿途有做诶，沿用做沿途到沿地杯咯，有个甲无做嘛嘅天内沿途推把奶入来哦，过途伫点就伫中午诶、师傅诶本身人来看，过咯等到爱数成嘅咯，都数下来本调位色。因为细块嘅，可能农粮署都有推过，看稻子长大个计划，沿用度嘅时候都有申请，挨去之前1年沿申请以后呢，沿都感觉讲，俺哋农村嘅小人呢，可能阿爸阿妈其实拢唔判定沿去下田球，大部分拢讲沿去下功课去读书，安尼都唔敢不沿去田球里听书，好讲都讲。农村的小人呢，结果拢唔知太年啥辛苦，嘛唔知阿公阿妈做田的辛苦，所以说，迄种人能够爱计划来申请的，本小人来体验以后呢，沿途同阿个拍摄编的一个影片，都编的你讲的谷子，后来都得奖哦，那迄个都感觉阿个几好啊，都推荐呢片呢都做4国语言去推广。所以，他本身有个体验因为做件事情咯，小人过去嘛较过了解太年啥夏天你讲工作的辛苦安尼。像人讲神农教育啦，吼，其实人更加开部分有个推广神农教育。我想问一下高中，因为讲对于上下学校来讲嘅话，神农教育係唔係對上下學校學生嘅其實係特別重要啊？因為我一到學生嘅家長。伊本身可能都係農民，好，比如講師傅嘅啦，好，種菜嘅啦，可是那個人，因為希望講生意呢，還不冇做的事情，非常的事情，會辛苦，但是我哋嗰度生意呢，其實路可能師傅嘅，伊可能冇講過舞台，係啊，可是係咪神農教育對上下生意來講，其實係特別重要，尤其講一見啊，我哋在推行一種離山的一種概念，好，離山的概念，係咪睇兩度過小時都有安尼想法？係啊，其實都面到講，小人嗰度個唔識嘅唔識，其實上下太小人呢，係唔了解上下土地嘅可貴啊，吼，唔見咧古來唔會古來塊土地啊，迄度呢韓式有教伊帶伊田球裡行，帶伊體驗件事情，因為對塊土地有感情，對個家鄉有感情，伊見咧睇伊家個感染會古來個。家鄉冇可以面咯，見到村老人家死人咧，後生嘅攏衝去出去是頭路，冇人去顧慮個農村，其實農村都係一個太高級啦，農村都係一個學習的大教室，所以我家都感覺講，小人應該上下嘛要俾伊體驗講上下睇人啥辛苦，以及你樣會顧慮個家鄉回饋個家鄉。嗰種嚟看法來，神農教育唔單止係教神農，其實係一個感恩嘅教育。係啊，好，係一個故鄉嘅教育。至少地講，有啲東西係對你種出來嘅。係，好，唔係講有錢買都有嘅東西，冇人種，有錢買冇用。係啊，所以因為呢，春天嘅帶細年去師傅嘅，秋天嘅呢都俾種菜，從到秋葵啊，還記得。可能細年提老闆唔敢食，不過因為自家種嘅，伊做唔得唔食啦，伊都唔會浪費食物啊，我感覺安尼幾好。後來呢，嘛因為我哋推廣我哋有本細年嘅喏，補充我哋呢有機嘅食物樣嘅後來做我哋呢營養午餐，所以細年唔該我好講都可以，省幾多錢來買菜啊。
故喏，俺的米呀吼，俺都囤生意包装好的，都去义卖。我都家种都一下都同俺的买起来呀，用的讲咯，无杀药的，无化学品，加个健康。故喏，就买的钱咯，俺哋都本生意做毕业旅行的基金。所以佢下两度嘅时候，每个生意毕业旅行，俺都补助1000元不元呢。哎，对上下生意来讲，家中来讲1000元不太嘅钱，安尼。我说伊个对神农开始的伊个起点，后来变成伊个轨道游记的伊个循环啦。系呀，系。我说我在那用高中，以前用读个时候时都做很多事情，但是也还是在意我在那民农个社会哦。做嘛咯？休息一下，再看下台湾嗰度个精彩故事哦。翻过来，复起来，上咱节目，我们来宾杨高中同咱讲伊在两度国社会的事情。其实你两度国是做个几好啊，嘛做个几有心思的样的呀。几时间我想到可以挑一批的好教咯。好，其实每个高中拢唔系1年的啦，吼，伊都有人气制，所以两度嘅时候，佢下目前讲研师合并嘅下，都3年1年。后来合并以后都4年1年，所以我提两度嘅时候都做为7年的高中，都会跳啊。其实我迄个题讲时期的零牙期，所以我等于每日来回为100公里。我都想讲7年多的，刚才唔好安尼做诶，都鼓励时期来做高中。结果合肥飞啊，还有相亲嗰度都顶来讲，鼓励跳鼓励时期都。明日打电话无，都明日派无相同的你去高中时同来讲，唔啊留下来呀，唔吓人啊，唔看那同两度嘅时候，带推2年做一个里山生态示范学校哦，作为得到国家永续教育奖，故呢又本研定位讲做一个里山生态学校，家下沙屯编发底本哦，我又带2年作为嗰度客家专辑呀，吼，出版也本啦，哈。系呀，都亚来亚去冲绳市，都因为俺哋家客家歌谣团队咯，自从得奖，合肥飞咯，注意都感觉，迄度我来唱嗰度沈祥言呐，嗰度最有名嘅安尼客家歌手来创作，本身伊来唱，应该为嗰啲人写，为嗰度人为嗰度同感，所以俺哋都出版嚟个专辑，后来。按多年而留我都鼓励同我线上参详，伊都同我讲，唔是7年呢，唔会开下，我讲会开，不过我嘅好朋友都去下合肥嘅主意，都同我讲，高中唔按认真，唔跳过时期咯，唔都上头搵人感覺唔係你個認真嘅高中，不過唔留一條面容啊吼。唔都可以吞下客家，唔可能吞用到嘅時候客家文化，吞下一個生態、離山嘅環境，對做安好，去讀書冇安尼環境啊，自家家鄉嘅人啊，一定會吞天數。後來我推，好啦，都繼續留下來做面農嘅，人講面農嘅。每夜繼續提愛美容服務，做1,100嘅200里。係啊。我最想講嘅話，其實我在想講，到底係乜嘢把嘢消息流出去嘅？不過其實按你談上來啊，吼，我哋呢個監察，記得把消息流出去嘅，然後至少亦可以留下一啲真實我哋講聽嘅200里，好，你至少留到一啲佢用心去做事嘅用高中，而且我哋嘛提講，其實喺人我一條離開你兩度個社會時間，兩度個社會學生係咪幫伊啲卡片係咪？係哦，我感覺吼，4年推我做乜想去做先生，我繼續提愛教育事業安尼用心付出，4年本來最大嘅支持啊！明白迄種話有乜煩惱，同高中時的門打開來，看到4年每個攏行誒。高中媽咪，高中好。從4年我離開家，每一班4年都寫一種卡片本來，都見我很
空的天涯嘅属处地位嘿，啊不有可能啊到生日还能慢年，演讲还记唔得咯，后边还贴照片咯，本来人讲伊还能慢年安尼嘿。你看有个相片啊吼，真是如我样讲咯，上下生日的拿一啲无安尼翕相嘅相片，你感觉到讲，一到生日呢，对一块土地一定会严顿。系啊，所以今用多嘅生日过来啊。下摆就请来了，很细很记得嘛个呀，记得安尼带伊天丘里做甜食的事情。可是等于讲龙都嘅时候嘛，作为一个规划规划以后嘛，有一个规划的一个安尼讲很好的一个据点啦吼。系啊。那你讲其实闽南嘅时候，把闽南嘅时候以前嗰种龟虫，那个淹水系咪？嗰种会浸水，佢做乜会浸水喏？所以我记下听龙都离开以后呢，我都去到。闽南嘅时候，我还记得开学前一日都不太睡，不太睡，我都打电话问教育局，估计下侬闽南人，安尼李主委都做安尼公司的副市长，我都对讲，副市长好讲不太睡嘅，我讲哈，甲教育局底嘛讲有推荐过，听你都派演教育局底部嘅。副局长来关心哦，系都同埋天数，后来都本来动用，沿途市政府动用钱本来天数做你讲防水闸门，后来都了解闽南嘅时候历史，我去去下10年都出咩白野水呀，系都提上来自家讲，刚才听闽南嘅时候服务嘅时节啦，我。一天唔会不太水，不过个免爱可以注意的嘿。后来呢，嘛去感谢政府，爱能闽南嘅时候头先有美容系嘛吼，后边有一个横沟，有去做针织啦嘿，都加过无不太水的现象的嘿。咁像伊啲，你即个新起啲闽南国上啊，你讲其实闽的国上虽然讲唔係講過樣，然後同樣提闽南狀地位，但是闽的國上以即個嘅特色啦，冇歷史嘛同樣，啊而家睇龍都國上挑伊，你講闽南國上以後，對闽南國上幾時節而家規劃係乜嘢啊？嗱，家下都闽南國上嘅人都感覺講，闽南國上人骨新人家骨多，啊先生啊都想講一代先生，所以用乜嘅策略來代言啦吼，啊都感覺要團員做朋友，啊冇其他啥去對人咧，嗰種講人講嘅評分啊冇按好啦係，啊因為其他新人報道冇按多，所以後來我都講唔怕，我慢慢嚟做，我都想講闽南嘅港土嘅精神，要提愛落實下去，所以我都提推動閱讀運動，都不言講。3311的口號啊，蠻多331都，明日要讀書30分鐘，明日要運動30分鐘，我做一天，同爸爸媽媽聽書做一天家事，要講一句，你講嘅客家話，母語啦吼，好多人講突然呢，明日同生日，每禮拜嘅晨會都突然講一件事，好多人先生嘛感覺要本身要讀書。運動係你最基本嘅安尼，後來突然你慢慢地推帶動人咧，人都佢嘅成績都好起來。今年咧，我哋咧走成都打破100%哦，多件都超過100%。個後來先生亦都感覺，咁闽南嘅時候，佢嘅沙期嘅名聲進來真好，亦嘛感覺自家進來真認真。啊，其實闽南嘅時候先生質攏真蠻好。個聰明，個認真，個呢我要繼續推下，沿頭先後邊都有水啊，我都有做湧泉教育啊，不然啲水資源呢利用應用嚟做永續校園嘅概念，都帶你去闽南嘅時候安尼。我運動嘅人，唔運動係咧係在讀書，好冇？你講讀書嘅時候有運動嘅話，其實對我哋腦筋嘅發發。其實幾好，對，我比嗰度明日睇讀書嘅人，其實我吸收嗰度，然後聽人講，做同爸爸媽媽聽書做一件事情，加強我哋家庭地位嘅講，互相嘅一種感情啦，一種交流，最重要是要講一句客話。係啊，即係生意都唔會講客話嘅。係啊，所以我哋都有參加呢人講客華雙語實驗班，先生過3晚呢，明日都炒一句客話。講完歸去講完了講本爸爸媽媽也阿公阿媽談，啊家長嘅簽名安尼，
旧的咯，都所以好讲细年可能爱都讲高中好，欣赏好，同爱都会自通讲合法，还感觉安尼呢，年的都会环境呐，规个好讲都营造安尼环境本身呢，所以也都会自然会。共量中化几好呢？你讲送你团呢？其實雖然你農嘅係種人哋講種海綿樣嘅啦，你一開發後其實如果吸收嘅一度，唔好講我哋有時候年紀大可能吸收唔得，但對新人嚟講嘅話，而幾時係共量嘅語言其實文化共樣啊，其實對對新人嚟講都嚴掉嘅轉變。其實你學嗰日，凡係可以學嗰樣嘅東西嘅話，睇一天唔記得。個好多人講嘅一件事啊，感覺好神奇。你講因為以前民農國家生活不太水嘛，嗬，嗰時候你要推行啲湧泉教育，你咪同我哋觀眾朋友紹介，係講湧泉教育嚟搞乜嘅？人類用係乜嘅？哦，因為好講嗰鐵皮咯，有3口湧泉，啊頭擺攏管路呢，冇本身年底沿途用去地下水用嘅，然後嚟澆灌沖廁，後來都對打開嚟本身年底講，我哋用珍惜水資源，個啊湧泉用嘅來嘅，個。好講會不太水啊，剛才要用嘅逃生，要用嘅保命，啊，感覺都與水共生共舞，安尼觀念不一樣，所以因年神都會有去行了湧泉，每個新年你來嘅啊，不一用湧泉水洗漱哦，安尼表示一個水的洗禮，個邊一個安尼都帶人去台中跳水，表示呀個社會學業完成嘅安尼係。可是以前的做法都講，等於都講冇本身人嚟動動，好講個聲音嚟會撐到啦，冇辦法事情。但是人家做法係開放本身人嚟去體驗，也同埋等啲生活都共樣嘅呀，有啲睇地方本來等啲水啊都用錢啊，啊你以前嘅動動聲音都唔低，結果更加唔用一個開放嘅態度本身人去接受呢啲東西。咁剛才想法。未來對民農國有乜嘅規劃冇？我都想講，今年是推很多你講 AI 時代來臨，所以今年好講其實有推廣我哋呢城市語言、國際教育，嚟見到同人講，嚟家鄉有一個設立一個田徑嘅彩虹鄉土路線嘛，吼，不然了解家鄉嘅文化，個呢要同全球接軌。所以今年可能會繼續推動國際教育在地化、全球化國際教育，個呢會推送你，個從我哋閱讀嘛，繼續提升跟本身你可以站在我哋巨人的肩膀上看世界，所以後來我哋嘛出版了好多新年的繪本。係，嗰時有句話講，一猜天啊，一國字，其實都係咁嘅意思啦。係呀，人家講故鄉嘅奶係鹽嘅，嗰時鹽嘅就民農嘅冇嘢，聽講咩行嘅一太強，所以後尾還是歸到我哋嘅民農去做教育。今日各位感謝我哋教育都喺現場同我哋講很多民農嘅事情。感謝主持人，感謝我哋嘅觀眾朋友，有係喺來到民農啊，我記得民農嘅時候來請愛了哦。休息一下哦，大家聽下你現場嚟運動哦。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又到係好好運動嘅時間了哦。我係永群，今日要教大家係芭蕾瑜伽。芭蕾結合瑜伽會碰出什麼火花呢？我表演用嘅呢，請同學放起來，同來做運動嘅哦。運動之前，請準備一個凳呢，有扶把嘅，手可以板輪呢，冇有輪嘅，個平穩呢。準備好了嗎？準備好了，請同學來做芭蕾瑜伽哦。芭蕾的體位嘅，請企好來，肚臍豎放來。另外一隻手可以表演嘅，等你放。好，那我企好，好檢查嘅重心有喺中間位置冇？檢查好嘅，請做腳嘅動作。腳撞腳上，腳撞豎下來。另外一隻手冇亂揮，可以表演你嘅腰圍一片。再看一擺哦，1、2、3、4，來彎片
请吞欣赏吞下做哦。平卡臀的树都预备位置，肚四起下背式，好，也是一芭蕾的手位，大拇哥三中娘，好，边呢靠近一点点，边耸来，一、二、三，再看一摆哦，一。2、3，下加上鼓下去，2、3，可以看你的手，你的手体内都可以看到来看。增加动作的优雅度。好，更加安尼体的动作，来做伫前面伸出去，上面踢，再点下来，竖过来，看清楚了吗？再看一摆哦。前面伸出去，伫上面，再点过来，竖过来，下降的竖用的二位 V 的，一、2、3、4，好，要重点如何来调整的骨盆，又可以重心位置嘛？因为你会一、2。扣风来哦，安尼唔错个骨盆要回正。好，有的人呢无办的反而会不稳，所以安尼做一个把杆的动作，做一个扶把的，好确实度。好，再一次一、2，下来，过来，好，旁点，踢，唔是踢高。旁点，记得咯，风来的时节，检查的骨盆有睇正中央无？唔可以安尼哦。如果你睇出去是扶摆迄个哦，骨盆要回正，睇正中央的位。好，再过来，再看一摆前面哦。好，伫上面睇，旁边。更加做后背，好，用扎束可以扶着把杆，往上提，可以吗？再看一摆，伸出去，伸出来，小提腿，再点下来，一、2、3过来，4。更加来做前面、旁边、后背来开始哦。手打开，前小提腿，注意你的骨盆哦，唔是踢高，后背踢上去，前面。要起稳哦，后背，好，可以哈，慢慢的臀的脚，慢慢的移上来，到上面，
做一个平衡。先一只手柄哦，可以放重心转在一只脚，慢慢的变速。5秒钟就好诶，控制你的骨盆。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慢慢的变下来。按你左片做下，来做右片的哦。等下枪臀蹬的，把那另外一片哦，来弯片来做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来从头哦。旁点，腰背，再摆，前面小提腿，点听，旁边。腰背，前面，旁边，腰背，好，慢慢的移动重心，提气。很感觉稳诶，拿来变速哦，还可以可以扶着你的椅子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轻好哦。好，慢慢的调起，臀的背囊来伸出来，低后背做一个延展。明日做安尼动作可以预防驼背哦。像有时间呢，你都可以做一个用灯的做安尼动作。慢慢的再行过来，后弯后仰。头头的动作，再来复习一摆哦。还记得吗？咱的数1 V、2 V、3，好，也是数的 V 的，好，贴上去，旁点，腰背。旁点，腰背，好，来鼓一下，让你的肌肉去缓和一下。眼睛就可以靠你的手。吸气，吐气，数风来到芭蕾预备位置。今天动作记得了吗？有没有觉得自己很高雅呢？芭蕾结合瑜伽很好玩哦。
能好好运动，下次再来了。